咱要為着暑假營會來祈禱，咱三個額頭來祈禱。親愛的主，感謝你，時間得過真緊，望你久，這半年就要過去。互阮體會到詩篇90篇，摩西講，因為在你看，1000年親像已經過去的昨日，閣親像眠間的一更。你親像用大水甲引流去，因親像困一醒，早起時因親像發生的草，早起時發生茂盛，下晡時收割就高大。主幫助阮，無論經歷順境還是逆境，阮攏知影你的恩典夠額遠用。你是阮的氣力，你是阮的關台，你是阮堅固的石盤，互阮信靠你，永遠袂搖掣，也互阮學習摩西所講的，求你教示阮怎樣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，好好珍惜每一日。因為阮知每一日是去無過倒轉來，阮要為着佇要來的時間來祈禱。6月19到20日，牧養同工退休會佇安養中心舉行，互阮通過講師來明白小組組織的目的、小組長的呼召、使命以及牧養生命甲培育談判。7月27到31日。雙連本堂學記學校以及8月初4到初7三級分堂兒童青少年英語夏令營，互福音的種子也佇每一個囡仔的心內，互囡仔知影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根本，捌迄個聖者就是聰明。祈求上帝佇營會中掌權，保守每一個人平安，以及有美好的天氣。7月20到24日，雙連本堂舉行2020人台北囡仔台語夏令營，求上帝互參加的囡仔通過營會建立本土認同、文化自信，了解台語的優美，進一步佇信仰上認捌救主耶穌基督的福音。求上帝看顧雙連教會佇大家齊心宣揚福音，佇社區中誠做好的厝邊，互安養中心的長輩員工平安順利，日日領受主的疼甲恩典。長輩幸福小組甲主管幸福小組的事工，祈求聖神做工，透過見證感動每一個人。願安尼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，阿們。